價只需要4999蚊，你冇聽錯，呢個響中山南部嘅海景物業年底搞促銷，係北新樓層任揀，仲送埋車位俾你添。嗱，小區有直通香港嘅巴士，20分鐘就可以上港珠澳大橋返香港咯，通勤真係超級方便啦。項目仲有一個14萬方嘅原生濕地公園啦，負離子啊簡直係爆棚添啦，仲有7大嘅運動公園、幼稚園配套咧都係好齊全嘅啦。咁戶型方面咧，贈送面積咧好多啦。咁房間方正實用啦，客廳嘅話咧採光一流啦，成個嘅海景睇到晒添，仲可以坐北向南，背山望海。咁風水咧簡直係一流啦。咁廚房嘅抽油煙機啦、灶台啦全包噶啦。洗手間咧名廁啊乾濕分離添啦。主人房咧擺張嘅2米大床都可以望到海景添。呢啲咁嘅質素你話抵唔抵啦？咁嘅價格。最後30套精裝現樓交付，首期先3萬蚊，月供先2000幾蚊。最後我哋仲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添。嗱，有興趣嘅攞記得私信我哋嚟睇樓啦。